想知道點樣參加 DFC？ 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啦！喺今年4月30號之前，係6至17歲嘅澳門居民或者澳門學生就可以參加啦。你哋可以組成1至5人嘅小組啦，然後另外再揾1至2名嘅成人作為指導員。DFC 呢係一共有4個步驟需要進行嘅。如果你唔知道點樣做 DFC，可以睇返我哋而家畫面上面嘅 QR code，睇返相關嘅引導手冊。第一個步驟係感受，發現身邊嘅問題，然後揀選一個你最想解決嘅問題作為 DFC 嘅參賽主題。當你決定好參賽主題，就可以去我哋嘅網站下載報名表格，然後記得要4月15號之前將報名表格電郵俾我哋喎。收到你嘅報名，我哋會用電郵回覆確認，同埋仲會話返俾你聽，究竟之後係點樣喺網上面交件嘅。然後就可以做第二個步驟，想像。根據你揀選咗嘅參賽主題，諗下究竟有啲乜嘢獨特創新嘅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，然後從中揀選你最後會實行嘅方案。然後嚟到第三個步驟，實行，要落實咁去執行你決定嘅方案，而且呢個方案可以為問題帶嚟實際嘅改變。嚟到 DFC 第4個步驟，分享。你要向其他人分享你嘅成果，影響佢哋支持同埋參與你嘅行動。喺進行 DFC 呢4個步驟嘅時候，大家唔記得要用相片啦或者影片嘅方式去記錄低整個過程，而且呢，事後你要用返文字或者口述嘅方式去解釋返呢啲相片同影片㗎。完成 DFC 4個步驟之後，你就可以製作你嘅作品啦。作品可以用中文或者英文嘅方式表達，而形式方面呢，可以以報告啦、投影片或者影片。完成作品之後呢，唔好忘記記得要填寫交件表格啊。除此之外，你應該繼續擴大你作品嘅影響力，令到更多人參與你嘅行動。完成晒所有嘢之後，唔好忘記記得要喺4月30號之前完成線上交件。交件嘅內容包括交件表格、作品同埋你本身作品裡面嘅精華相片。交件完成之後，你就會收到我哋嘅電郵㗎啦。然後我哋就會核實你係咪成功完成挑戰。喺6月30號之前，你就會收到通知。今屆嘅獎項包括7大特色故事同埋優秀指導獎。所有今屆嘅參賽者都可以獲頒參與證書，同埋可以出席7月份嘅第14屆 DFC 創意分享大會。而得獎者呢，除咗可以喺分享大會獲頒獎牌同埋得獎證書之外，仲會有一個特色體驗呢作為獎勵嘅。有關 DFC 嘅詳細資料，大家可以掃呢個二維碼。最後唔好忘記呢2個重要日期啊！我哋期待你哋嘅 DFC 作品。